加拜加拜，大家好，欢迎收看阿里马朱马，我是来自拉拉兰部落的达咪咕。拉拉兰在哪里呢？就是在台东太麻里乡的新香兰部落。那也期待透过阿里马朱马这个节目来跟大家分享达咪咕生活周遭不教的族语，还有跟朋友们一起聊天会用到的族语。那借由简单的生活化的有趣味的方式来分享我们的排湾族语有哪些内容。阿里马朱马这个节目的意思呢是走吧，我们一起回家，一起回家学族语，一起回家说族语，一起来分享排湾族的族语。阿里走吧，阿里，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今天的第一个单字吧。今天的第一个单字呢叫做溜改，溜改，它也是 LJ 的开头，所以念的时候就是要特别的注意自己的咬字。溜改。溜改呢，在部落里面，我们说的是秋千，就是荡秋千的那个秋千。但是这个秋千比较不是讲公园里面的那个小朋友在玩的秋千，比较专指就是我们在收获季的时候，就是青年会啊，或是部落的嘎妈，他们会带着年轻人一起学习搭的那种传统的竹子搭建的秋千架，叫溜改。好，如果我要讲说我们部落今年做的秋千呢很漂亮，那这个秋千呢就会有一点点的变化。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句子，布莱啊里努盖阿尼亚吉纳亮都出啊差别。好，有没有发现溜改有一点改变了？好，大家可以注意看，它中间加了 in， 就是中间的赘词，溜改变成里努改，就是被做成的秋千，就不是专指秋千这个名词，它是一个被搭建好、已经被做好的秋千，叫做里努改。不来啊，里努改就是很漂亮的秋千。好，什么东西的秋千很漂亮呢？就是阿尼亚吉纳亮，就是在我们部落的秋千很漂亮，而且特别讲说独处啊差别。督促是指今天、今年、现在都可以用督促。那差别呢？之前有教过，就是年，所以督促啊差别就是今年。那我们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们部落今年的秋千很漂亮，所以我们可以说布莱啊里努盖啊尼亚吉纳亮督促啊差别。我们今年的秋千很漂亮哦。好，在部落里面还有一个传统，就是训练年轻人的方式，就是透过 muggle 是跑步的意思。像在我们 podcast 里面有特别讲，在台东的达鲁马克东鲁凯的部落呢，会用 muggle 跑步的方式来训练他们的青年团。那 muggle 就是跑步。好，我们来看看，如果我说我喜欢在学校跑步，就是一种健身的方式嘛。整个来阿根 muggle 伊嘎古，整个来阿根很熟悉吧？就是我们之前学过的，我喜欢什么东西，我喜欢做某件事，都可以用整个来阿根做开头。那我喜欢什么呢？在学校跑步，但是我们的主语呢会说，先说动词 muggle 跑步。跑步在什么地方会放在最后面，所以以什么地方，以 gagu 呢这个单字它很特别，它其实传统来说我们并不会有学校这个特定的单字，它是从日语借词过来的，所以跟日语的学校的发音是很像的，叫 gagu 是排湾族借词日语而来讲学校的意思，就是也是部落常常的用法。那我喜欢在学校跑步，可以这样说：今个来阿根么个伊嘎古，今个来阿根么个伊嘎古，就是我喜欢在学校跑步。好，在部落里面呢，也会用常见的在山上有一种植物叫做瓦鲁鲁，瓦鲁鲁呢是咬人狗的意思，它是一种植物上面表面有很多的纤毛，就是细细的，你可能不见得肉眼就看得见，但是那个细毛呢，一碰到皮肤就会很刺痛啊，或者是非常的很痒这样子。但这也是同时也是常常青年会、青年团用来就是可能警告、警戒年轻人们应该要遵守部落的规范啊，或者是处罚的一种植物，叫做瓦鲁鲁，就是咬人狗。好，如果你要跟一个人说，我们一起去山上，我说，小心，这里有咬人狗，可以怎么说呢？给那么那么，就是小心，注意哦。
给那么那木，好，这个字也可以就是自己来使用，就是你看它是 u 的结尾，就是 u 发音，比如说嘎查鲁。打个鲁是不是都是 u 的结尾？这是我们之前有分享过的单字。那给那么那木就是命令或是起始的语气，就是你小心。小心什么呢？以如啊瓦鲁鲁以马扎，就是这里有咬人狗，你要小心哦，不要碰到它。给那么那木以如啊瓦鲁鲁以马扎，就是小心这里有咬人狗。好，在部落里面呢，常常会用来，比如说不管是编制成一些器具，或者是做搭建围篱啊，就是用这种植物叫做高舞。高舞呢，就是竹子的通称。那进阶来说，我们可能会分什么刺竹啊，什么什么竹，就是不同的麻竹等等的。那高舞就是竹子的通称。好，如果我们说走吧，我们一起去山上采竹子，就是妈妈可能要用，或是爸爸要用，我们去山上采竹子。好，比如说今天有客人来，我们要用传统的竹杯，那我们要去山上采竹子，可以怎么说呢？我们之前有教过一个前面的赘词去采集获得，比如说给苏酒给白苏，所以我们要去山上采竹子的话，就可以用给高。好，那一起去山上采竹子吧，可以这么说：阿里给高马瓦乌瓦。妈，这个也是我们之前就教过的单字哦，就是什么的改编，就是我们阿里马就马的那个马。好，我要去山上就是马瓦乌瓦。那阿里给高乌马瓦乌瓦，就是走吧，我们去山上采竹子。好，接着呢，我们要讲部落一个有在山上很有能力，然后有传统分享的特质，或是很知道怎么用部落的方式照顾族人的人，这样子的很有在山上有很多种能力，知道怎么跟土地、山上、大自然相处的人，叫做请努南。那比较现代的说法，我们就可以说是勇士。好，请努南是勇士这个单字。好。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字呢，叫做德玛利杜。德玛利杜呢是壮观啊、精彩，或者是很奇特、很特别。你会说哇，德玛利杜阿拉瓦茨。比如说，你第一次到部落里面看传统的排湾族的围舞，就是很多人一起手牵手跳舞，你觉得哇，怎么那么壮观？就是好精彩哦，这个节目很精彩，或是这件事情好特别哦，你都可以用德玛利杜这个字。这个字用得出来，就觉得你的族语有一定的程度。好，比如说你到一个排湾族的就是部落，然后你就看到一件事情，比如说看到传统的排湾族婚礼真的是很难得，然后也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东西，就很精彩，你就可以说哇的玛丽杜昂阿达，就是哇也太精彩了吧，哇好壮观哦，都可以用的玛丽杜昂阿达。那这就是今天的阿里马祖马跟你分享的单字，希望你有所学习。马萨鲁阿拉瓦斯，拜拜。